6月20日，一些国际律师向检察官提交新证据的同时，再次呼吁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就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犯下的严重罪行立案调查。美联社报道说，这些律师提交的新证据是他们力争让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共当局大规模侵犯维吾尔人人权展开调查的最新努力，表示新证据支持他们的结论。尽管中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但国际刑事法院有启动调查的管辖权，因为维吾尔人及其他人是被从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土上抓捕，然后移交给中国。加拿大国会议员萨米尔·祖贝里提出鼓励加拿大政府帮助维吾尔人。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祖贝里于6月20日提出了一项督促联邦政府为流亡第三国的维吾尔人提供庇护的建议。该提案将在秋季进行讨论和投票。近年来，西方大学因怀疑孔子学院是北京的宣传机器，关闭了孔子学院。芬兰媒体日前报道，赫尔基辛大学终止了中国资助的孔子学院合同，也就是关闭了校内的孔子学院。芬兰并不是唯一决定停止与孔子学院合作的国家。卡塔尔国家元首在多哈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康菲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在天然气等能源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随后，卡塔尔能源公司与康菲石油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康菲石油公司将参与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卡塔尔北部海上天然气田的扩建项目，并获得该项目的 3.125% 的权益。路透社引述中国国防部的报道指出，中国成功测试了一个陆基导弹拦截系统。北京加快了对各种类型导弹的研究，包括一些能够摧毁卫星的导弹，以及装备先进的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这是习近平领导下雄心勃勃的军队现代策略的一部分。香港闻名四方的水上餐厅珍宝海鲜坊沉没于南中国海西沙群岛海域。拥有这一著名水上餐厅的香港紫饮食集团20日晚间予以证实。集团表示，珍宝海鲜坊14日被脱离香港后，18日下午行至西沙群岛海域时遭遇风浪而进水，船身倾斜下陷，事发地点水深超过1000米，打捞非常困难。